新闻台来看，国民党今仔下晡2点举行中常会，党主席朱立伦正式宣布征调新北市长侯友宜代表国民党参选2024年的总统大选。侯友宜伫现场嘛发出要政党轮替、团结胜选的口号。那也县市长佮立委等人嘛伫现场，大家手牵手，展现大团结的气势。那么连线公司台记者郭北君、林玉凯，带咱来看拄啊现场的状况。 是记者即摆伫咧国民党的中央党部，今仔日伫咧国民党的中常会是正式提名国民党的2024年总统大选人选，就是新北市长侯友宜哦。伫咧现场嘛会使看到有济那亚的县市长，也佮有代表拢到场，展现大团结的气氛。咱来看伫咧中常会的时阵，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也佮有受到提名代表的新北市长侯友宜是安怎讲的？我在这边 庄严地宣布，本党征召侯友宜同志参选2024中华民国总统。侯友宜当选，侯友宜当选。再次让政党轮替，才能够救国家、救台湾。我们要展现破釜沉舟的决心。 要参选，就要胜选；要参选，就要团结国家；要参选，就要带给人民希望。 是透过画面嘛会使看到国民党各代表也拢手牵手喊口号，展现大团结的气氛哦。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表示讲，侯友宜的丰富的施政经验，也有强大的领导力，会使团结支持者哦。另外，伫咧另一边企业家郭台铭的部分，伊伫咧下晡1点的时阵，中常会进前也伫咧伊家己的面册发文吼，恭喜侯友宜 得到国民党的提名，但是伊是无特别到场出面哦。国民党表示，确实无特别邀请郭台铭到场，会选伫咧适合的时阵、适合的场合邀请伊到场支持哦。以上是公司台记者伫咧国民党部的连线报道。